好多人做能量療癒之後咧，反而咧覺得自己更亂。其實咧，通常係有3個原因嘅。第一個原因就係打開得太快，覺察一提高嘅話咧，抑壓嘅情緒就會浮現咗出嚟啦。咁呢一個咧唔係有出錯，而係呢一樣嘢係開始處理緊。第二樣嘢，冇能量邊界。咩叫冇能量邊界呢？如果你只係學識輸出，而冇學習點樣可以收回同埋清理嘅能量，咁就會長期一定會覺得好攰，同埋容易被環境干擾啦。第三就係過度神化，唔係所有嘅疲累都係能量嘅問題，身體啦、情緒啦、環境啦，都可能咧會影響你嘅感受。咁所以要學識分辨，你先至會穩定到你嘅能量。咁總結一句，療癒唔係越多越好，反而節奏要啱，方法要啱。如果你都想知道點樣可以安全又有效咁樣回收你嘅能量，咁你可以留言個回收呢個字俾我，或者留言個月亮呢個符號俾我都得。咁我咧就會咧教你簡單嘅步驟啦。我係 Candice，多謝。如果大家都鍾意我嘅頻道嘅話，請你哋按讚、分享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多謝，拜拜。